个被束缚的奴隶都可以凭着他自己的手挣脱他的锁链。莎士比亚凭着日晷上前司的阴影，你也能知道时间在偷偷地走向亘古。莎士比亚草率的婚姻少美满。莎士比亚苦难可以试验一个人的品格，非常的遭遇可以显出非常的气节。莎士比亚本来无望的事，大胆尝试往往能成功。莎士比亚思想是生命的奴隶，生命是时间的弄人。莎士比亚庄严的大海产生蛟龙和鲸迷，清浅的小河里只有一些公平如美味的鱼。莎士比亚品性是一个人的内在，名誉是一个人的外貌。莎士比亚一个使性子的女人，就像翻腾的浊水，纵使口干舌燥，也不愿啜饮一口。莎士比亚真实爱情的途径并不平坦。莎士比亚无论男人女人，名誉是他们灵魂里面最切身的珍宝。谁偷窃我的钱囊？不过偷窃到偷一些废物，一些虚无的幻值。他从我的手里转到他的手里，他也会做我千万人的奴隶。可是谁偷了我的名誉去？那么他虽然并不因此而富足，我却因为失去他而成为世情了。莎士比亚，不要污蔑你所不知道的真理，否则你将以生命的危险重重补偿你的过去。莎士比亚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，那实在是一种浪费。上天生下我们，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，不是照亮自己，而是普照世界。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，那就等于没有仪。